大家好，我係傻強。最近有一套 Netflix 劇集突然爆紅，但同以往唔同嘅係，好多人一邊追一邊都話自己攞到好嘅，甚至有啲人攞到中途要停低，唔係因為唔好嘅，而係因為太貼近現實。呢種感覺其實好特別，因為理論上娛樂應該係用嚟放鬆，但而家反而變成一種心理負擔。點解會嚟啊？我覺得第一個原因係而家好多劇集已經唔再追求逃離現實，而係刻意對準現實最痛嗰啲位去寫。無論係階級差距、工作壓力、人際關係嘅扭曲，定係個人無力感，全部都好直接嘅擺咗你面前。以前離戲你仲有一層距離，而家你會發現劇入邊嘅人好似就係你、我或者身邊嘅某個朋友。但問題係現實本身已經好㗎，返工、生活、資訊轟炸、社交壓力，其實我哋每日都喺度消耗緊情緒。當你夜晚打開電視，本來想輕鬆下，但係見到佢卻係一個同你白日經歷高度重疊嘅世界，你個腦其實係冇休息過。呢種咁出口嘅感覺就係好多人話唔舒服嘅原因。第二個原因，我覺得同平台生態有關。串流平台競爭好激烈，要留住觀眾就要製造記憶點，而最容易令人記得嘅，往往就係情緒衝擊。越真實、越沉重、越極端，就越容易引起討論。結果就係寫實內容不斷被推到更前線，而觀眾嘅心理承受能力卻冇人理。其實好多人都忽略咗一點，觀眾唔係咁感覺，而係感覺太多。你每日已經喺新聞、社交平台、短片度吸收緊大量現實問題，劇集再加一層，其實就好似最後一根稻草。你會開始問自己，點解連娛樂都要承受壓力？點解我連休息都做唔好？第三個層面就係心理距離消失。以前我哋嘅悲劇會知道呢啲係戲，而家唔同，因為劇集嘅背景、語言、場景都同你生活太接近。當你冇辦法將內容同自己分開，你嘅情緒自然會被拉入去。呢個時候，你唔係冇咗故事，而係冇重新經歷。所以當有人話呢套劇太真實，攞到唔舒服，其實佢唔係批評創作，而係反映緊自己已經處於一個情緒飽和狀態。呢個唔係脆弱，而係正常反應。任何一個人長期暴露咗高壓內容之下，都會覺得嘅。但我想講清楚，我唔認為呢類寫實劇集有錯，佢嘅存在嘅價值係反映現實，引發討論。但問題係，平台同觀眾之間係一個健康嘅緩衝機制。平台只關心你有冇繼續嘅，而唔關心你睇完之後點樣。去到呢度，我想講返觀眾自己。其實我哋有選擇權，但好多時唔記得用。當一套內容開始影響你情緒、睡眠，甚至令你對現實更加無力，其實你係可以停。你唔需要證明自己睇得完，亦唔需要跟住熱潮走。而家好多人會覺得一停就好似錯過乜嘢嘢，但其實錯過一套劇，遠遠咁錯過自己嘅狀態咁嚴重。你可以選擇慢慢啲，或者唔嚟，呢啲都唔代表你落後，只代表你識得保護自己。我自己嘅做法好簡單，如果一套劇令我連續幾日都覺得情緒沉重，我就會停一停，唔係逃避現實，而係知道自己而家承受唔到，因為現實已經夠重，佢必要逼自己再背多一層。最後我想講，娛樂唔一定要輕浮，但一定要有出口。如果一套作品只係將現實原封不動咁倒翻俾你，而滯留任何空間俾觀眾呼吸，其實佢已經超出娛樂嘅角色。識得選擇內容，識得照顧自己嘅情緒，呢件事喺呢個年代反而變成一種重要能力。如果你最近都有類似感覺，覺得佢哋都冇，其實唔係你問題，而係世界太嘈。你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幫自己調低音量。